機買啦都，幾百蚊咩飛機嚟你？雞有未啊？雞落咗啦，牛肉落咗，又彈緊雞，30幾蚊合金單條。過完關呢，就等翻部車到啦。過完關就等車到雞心嶺隧道。尖嶺隧道。大尖嶺隧道。大尖嶺係。其實大到睇唔到路，飛條誇張到啊！白茫茫一片，好似香港前路咁樣啦，黑茫茫一片。出翻嚟就冇雨啦，出翻嚟冇雨啦，出翻嚟就冇雨落啦。去中山東區山1號。巨型站先去抄一個市掹東，成個區啊啲電池狀態嗰啲咁嘅嘢，係啦，先去服務區啦。觀光地基都好多品牌嘢食喎，入到嚟就咁樣，幾靚啊！金車、合金車、電鍍林寶。黃金林寶，其他車都有綠卡定喎，兼賣冰糖葫蘆嘅喎，幾靚喎！兼賣冰糖葫蘆，賣軍火，咩？1800蚊大蛋頭，幾過癮喎！幾錢啊？火箭盒咁講嚟嘅呢啲咩火箭盒50蚊。我有飛機買啦都，幾百蚊咩飛機嚟你？模型嘅就咁，飛機買飛機燈，仲有港式燒臘，滾兩滾。一般啦，望落一般，我寧願唔好食嗰個，真係又貴，又攤開晒，又貴，睇價錢下跌香港，貴過香港。紫丁九，南沙新區，直去龍崗汕頭。小客車充電樁服務樓有咩？呢個招牌寫住喺呢度，真係啲人排滿睇你睇。哇！我入埋六連車添，嗰邊仲有㗎。你睇呢個乜撚樣？行完隔離條線，行呢條線。總之呢個沙田服務區，沙田服務區到咗呢個啲高速公路驛站，有成個大商場咁款。黑上行人路俾人嘈啦，黑上行人路俾人嘈啦，走啦，揸上行人路啦。沖涼洗衫都有咁好，哇！啲驛站認真服務周到啊，真係。有咩肯德基？有肯德基，就睇下有咩有1、2樓喎呢度。食又關香港事，香港小紅。同公仔加啲嘢食，咁都諗得到。香港小紅，非賣品咩啊？青梅酒28蚊支啊！黑糯米黃酒
2星幾。40幾蚊斬開晒，仲要翻叮嘅。你有冇嘢想試下？冇啊，我咁樣78蚊翻叮嘅。已經喺服務區有單車，30幾蚊合金單車模型，30幾蚊合金單車模型。呢度有個小苗灣啊，嗰個乜鬼嘢？7個鐘，我7個鐘車，有七仔，最尾最穩就麥當勞我都係，我6、7個鐘車就係食個 M 記啦。租船出海捕魚，亦都有電動車出租。大玩具，好彩有帶隻船嚟，叫有人跳海呢間叫做。海鮮米，有海鮮米。都好屌你乜又特色床，仲有望海嘅，耶！我又可以擒落去添，扯原來要兜個圈落去，我就係開門直懟出去，又可以喺狂急人哋，佢急人哋玩滑浪。10分鐘卡先好喎，我間就咁嘅樣 ，OK 啦。屌你個嘴多就少喎。冇寫點計法，10支，唔知點計。打海，電單車扶海，大隻水上皮卡丘，大隻皮卡丘。3台贏下啦，我覺得我可以咯，我覺得企理都叫做企搞結束計都唔錯啱啲，你頭先做過啊嘛？雞有未啊？雞落咗啦，牛肉落咗，又彈緊啲雞，哇！啲水係咁過手嘅你。我哋3個啦，3個係好，OK 啊 ，OK， 大兜蒙晒，芒都蒙晒，大兜，煙花。